奇美医学中心骨科医师苏玉忠表示，一般的手指头骨折，也就是骨基底骨折，大部分拢是因为外力造成。严重者不但影响生活品质，而且恐惊无法度来做工课。因此，病院引进微型的附属式骨板，将骨顶甲骨板稳定来固定，让关节的活动度无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个微型的骨板的话，我觉得第一个方便性，它材质特别的好，它是钛合金跟纯钛的骨板，所以它稳定度好，然后跟生物就跟人体的适应性佳，然后而且它非常的轻薄跟强韧，所以刚好可以适用在我们手指非常精细的地方。我觉得过去的话，那个手指因为非常精细，所以非常难开刀，也非常难固定，然后固定效果也不好。但是如果现在有这个微型的互锁式钢板的话，那其实整体的固定效果好，那我们可以提早复健，那手不容易粘连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减少这样一个状况，那提早恢复功能。亲像这名25岁患者黄先生，因为跋倒的意外，造成正手的中指骨基底骨折，无法度活动。经过这项的手术，2礼拜就会用活动，6礼拜恢复正常的工作。其实就是我从我家的楼梯下楼的时候跌倒啊，然后就发现我的手有点疼痛，然后大概之后去看了医生，就发现说是骨折。差不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努力在动了，然后后面就渐渐越来越可以弯曲这样子。医师表示，甲过去传统的骨板因为较厚重，比较难使用伫个手指头啊。现在有微型的附属式骨板，会用来针对无同的手指头的部位，拢有适合的骨板会用来使用。但目前健保并无来给付，而且手术后嘛爱拟定个人化的复健治疗，才用来快速恢复病人的生活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